一定要好过心定相而定。像琪琪这样一个有才有貌有水灵的姑娘，要找一个与她相配的人啊，真是难哟。心
闹来，这次我见立下写诗一位，这哪有不应方便之理咯？对呀，与马人士，你怕什么话也立下的哦？来，请坐，请坐啊！妈妈，你也清楚。好。妈妈，谢相大典虽修，他虽相的谁不归路？你们看我人家，恐怕还没有吃过相见的初尝。对呀。就请妈妈想了。这哪有虚名之理？哎呀，万万不可！专说太子，专说太子。我家又不是开茶馆半天，谁服你的牛粮？是啊，这公卿不是聪明。万岁！万岁！我家公子心安理得，是万岁的万岁呀！公子此约不到了，别去投诉了啊！哎呀呀，这是在皇城夜里，哪里来的他兵？哎呀，这就苦了哦！出门之人倒也苦了呀！娘，都是不是一个公家呢？不是有空房子吗？哎呀，怎么忘记了呢？哎，看在哪？没办法了，我们东区有两老夫妻，他们
妈妈不要得意，运气才心。哎呀，严重啦，严重啦！青青啊，哎，马日咱登陆来，我带他们过去啊！妈妈，你真是过你心人啊！妈妈，你真好福气，想的是资深我啊！他真是哪里话嘞？老身不浅，膝下只有这么一个女儿，像她这样人品，妈妈好福气。想必你做了一副从容大事。说起来呀，真也要忘老的儿，把他从小教养惯了，至今还没有开。突然就别搞一种嘞，你报一部家事。哎呀，他们你又是小娃呀，不是小娃，是真的。你看，安心就有一位。我家公子只因一心想继承祖业，远远而死，一年将近5年，却从未考虑终身安危。如今儿子4岁，拜上面娶妻母。我家老将军啊，作为此事3有，但不知你妈妈可看得中他做女婿？这那个亲娘啊，爱情。但家父母从不起家门，你搞定一切都一同目的心愿啊！哎呦，这都真难得呀！妈，你一同了。不，我还要问问我的女儿，问你就让前锋到底是家，男子想他一生暖男的子在面上，你的方茶多是他，岂能够轻率从此。
上。为什么要喜欢他？还有什么原因呢？干什么意思？当然我与你情牵心难圆，现在我们一直去转夜女子为有情，这位姑娘不一般，谁要是在不听见，只奈比奈相日哎呀，公子，你不要无心的心。我不操这门心思，都问他将领身份，下到少女，令他进宫就是他。蠢材！倒是想他也定了身位，不过是缺一风尘罢了。哎，这巧比陆公分开，必有一番乐趣。哎，姑娘家们无非是单给他几句自话自用。哇！不给妈妈点到，姑娘为了表明心情，这心情呢，岂可为变？说论不是真的话哈，稀稀落错被他取下。公行，哦，我想得了。下院内几个雨季外，姑娘巧妙将进花。妈妈，我去做个什么？哪有？
女姑娘暂住听清私本吧。好，秦公子感慨不忘，内有一幅画像，就作为定亲私本吧。哦，我来是内功巧匠，见画本此处相见。请他的是一个画像，啊，是他生前给女儿画下的呀。这就小正当理。好了好了，请我
这要是来李母的婚期，早晚要等他1月半月。只要你早吃早喂，照顾父母，你不是人对你受的相许。哎呀，这是我有一些怕。好的，都怕什么？想亲亲流马化勇，远亲分离，倒是你找一个会高四大的来。亲亲相许，无论是谁也改变不了我的主意。这我就不信了，难道是当今皇帝要你？哎，你也该相抗不成吗？皇帝，虽是天长地来相会，天是亲亲不所谓，毕竟你温婉人家红鸾去，亲不亲亲，一闹千金且别回。金家全是你会陪在我，比我自发的呀芦苇。哎呀，亲亲呀，莫非开心水只为哦，你怕什么？只怕万岁真的让我为帝，你为一件事把我送进宫去，还请你的为什么？哎呀，这怎么可能啊！你连那圣洁是骗，难道连我的话你都信不过吗？哎呀呀，可是那并无戏的，我是在真是无戏的啊！苍天在上，冲在下，我万岁大边的刘青青，别叫我天子青青啊！大哥啊，天色不早，我是被你们到八岁姑家去歇歇吧。我多谢有我了。好啦好啦，办公室拿去请吧。
陪同弟子。下回听旨。朕的皇上诏曰：借留亲信的宫位里，私下为一重要，这个定金的功。闹出人命来，那是怕万岁反要降罪于目中。夜罢，就以娘娘之意为公不子。谢公公。
就是再苦再累，也把我吃头了啊！娘，要是白公子又离开了家，就我们俩，那我们怎么办？那我就无他无亲，生命来意了。娘，要是见了他母亲，我还是称他将军呢。还是啥样的呀？平时大家都夸奖你，到晚聪明伶俐，这不今天也娘。好了好了，现在呀，先要当听将军府的如落那里，我去问一个信，也好早点过路。娘，我去。不要，我来。这里有一个画家，怎么他和你一模一样啊？新房兵的吕青青，自己下了场，现在上领清政府满文，常一在不胜连锁。开点算，一共来的。黑毛军臣了无恙，这边高兴不满，轻轻啊，轻了草地。遇上同来有人情，真是不是想人话。遇人才加上这里，你要是死了他，这不是要出卖王法了吗？娘，要是让他特别高兴，我们就出不难言。好在已经到了京江，我们只要找到了王公子啊，一切就可以消灾灭祸了啊！好，现在我们踏进吧啊！踏进。娘，你看这上面的图钉，好像是按照我这白狼的图像说话哦。是呀，小白狼的图像分明是长在身边，是温柔幸福。是。哎呀，白狼他会不会有什么三长两短啊？哎呀哎呀哎呀，青青啊，先不要想这么多，倒是当听万家要紧啊。啊，这小巷全
子孝于天下，幸报并非刘青青。大街小巷，天下万物天上，万岁于子，孝于天下，幸报并非刘青青。奉万岁之命，上款上款。上款！哼，光天化的之下，你们才我体统。哦，张将军。宫门之中，首当奉公，谁发财？你们在此作甚？奉将军之命，行方并非刘青青。你还没有这个福气呢？岂有此理！原来是上衣将军，你到此作甚啊？奉了魏武将军之命，前来迎接小姐。接小姐？是啊，小姐有家乡来见头亲，就在此临顺之夜。明日一早，我叫马为出。好，张将军辛苦了，不等告辞，告辞。哎，这里玩一个。哎呀，两位老爷，我的媳妇虽犯上文之罪，只是被他精神患病的呀。患病的？是啊。哎呀，老爷呀，他身患重病，可不能再寻进去啊！可是上当放人，只要你们行方刘娘娘，随容你们一切狼藉名妇。我们是奉旨执法的。你不见他是个有病之身，又是一个有妇之夫。哎，这个是安排的，我们都别吃些快快。是。多谢小将啊，多谢你啊，我们快些。哎，看你们是此模样，是否经得成去？哦，这个不妨啊！哦，小将军。来迎亲，我你或许相称是长，不知为
为妻多谢请君，前面就是一场天下的妈妈在我来。备这一恭候都是了，请小姐天堂长走。哎呀，红茶。请问小姐何杀进注意？因为他路上受了风，因此身体不爽啊。请小姐上皇将行。是小姐在我来。好。李老爷，你快快准备，娘娘找到了。什么？娘娘？各位娘娘找到了，华灯之正定其中，等此上望将谢。啊，这倒要恭喜你。哪里？哎，这人等一来未必。那我去见娘娘去了啊。这能委屈小姐是卡邦。哎呀，是为小姐卡邦将军。请小姐多多保佑，多多保为了你娘娘，万岁费了多少心机？为了你娘娘，我们都抱断了腿呀！是啊，我说娘娘，你可怜我们，恐怕就成了算了。哎呀，升堂是人，升堂是人。啊，娘娘。常言道，富贵帝王家，人间谁天堂？人家攀不及你。
年年的夫妻平息下来了，趁早回去禀告魏武将军，你在这里好好惹着他。哎，你要快去快来呀！是是。青菜不去，宽步上马，也好念娘娘早点关。是娘娘，不用陪下。是。
我开会。
一介贵妃巧花一次，不要。
万岁招的是刘青青，他真怕你一天老死有爱与亲情一欢永年两两离别，真见得女儿生来命运
谁不亏？恰也不错，刘青青听了我的话，到京城找那万岁来了。啊，将军，他可是万岁爷亲自挑选的，又美又品的及时惠比，倘若接待不准，可不得了哦。是，对着是到尽心也里，接待娘娘。啊，钦差大人啊，你正拿万岁的功，你身上清晰贵妃的事，你也一清二楚。哎，想当初才自未曾，还是我做的美。大人还是美那倒是怎样定情的？什么为凭，何为正是真良？这个老人对皇帝的言辞为何是此关兴趣啊？自古到臣不拟就，你我不是言辞旁。我已禀明万岁，少来龙颜梦雨，求来接驾。娘娘今在何处？待本清查，细引他理尊备。启禀大人，娘娘身有供养，被这以轻易争执，贪于身，不用服养，只有请娘几身，被这征召一众，为把娘娘将下去了。此才不惊动娘娘，是今娘娘王体欺恶，困来万岁禀明万岁，请女一起来，一路上也好越过早已告辞。我西江黑灯雾，七人八下心痒痒。我就不能数十两计，这次你还是相去有老爷，小姐为父。你是什么？老爷，不是你命我到驿站去迎接小姐的吗？是可小姐，你知道？有脸小姐，请他进来。是。家为无罪，家家见面。
问你，你可是新王？我是新王。那二位可是威武将军？时称威武将军。威武的很有威武。不，今天为一定威武将军。哎呀，这就不得了！我们找错了呀！这怕你们真要吵，也吵不到了。你说话正经，京都之中从来没有过姓来的威武将军啊！这怎么办呀？这怎么办？娘，你不要再见，你不要再见呀！怎么办？哦，身外尚且有我，为我尚且有别。娘，会不会外公子的母亲真是至此也有出生？对，很有可能。好，只要于明于信，我们定能找到娘。我们告辞了。姑娘这样接着，令人说说奇景。此今你们居无亲，这时又有王法照条，四次随长，可怜而不宜出去呀！这里将军府到朝外破一趟，不妨自下。我替你们设法在当庭。多谢我是赵飞风声正劲啊！刚才有言女子，容貌有你疾风下扬，谁被送来要西请公去呀？是呀，我们在驿站已经听到了你。为此，你们必须有人隔绝，切不可以追虑风声啊！韩国平无事当真机智。刚才你被谁的家家舞蹈小姐引进府来，幸好我刚接到家乡来信，是小女评委才不来府，你不如顶他之名，而你逆无相随。哦，这是要委屈老妈妈，才当不服。这个不放啊！哎呀，他上先没见你我啊！再见你我！这月做与我铁为收藏，也好凭此心放终极啊！哦，哎呀儿啊，我们遇到好人了啊！儿啊，他在为我为我西台。是娘，多谢。这个风景一阵风，风草数据。
回到本地，本地来万岁！大人护送刘娘娘进宫。啊，恩妃来了，打开酒盅来，迎接娘娘进宫。是。万岁有旨，打开酒盅来，刘娘娘进宫。
逢人家欢笑，为求真情才家脏清凉之霸气下。为吾将军
陛下吾皇万岁！请神。请万岁！啊，请你对爱妃心心所有，总是有这套之恩啊！万岁，我讲了，这是万岁我娘娘应的，臣不做到。其实可讲，只要当着爱妃之面，插破名外不当，永享网络。岂此理！万岁，今日与娘娘就从我，乃是喜上加喜呀！真媳妇忘记了，真有爱妃成亲美日，也少不了此点的一份功劳啊！那万岁，你也该得此情，重上加封才是。这是封他什么女封？哦，封你为真的乖儿子，相配之中被网络，谢子龙儿，谢母儿并万岁，徐增强欲往首等元帅列名上分。是。望着中老年真意，今些并非不尽心，不为云儿在一块用，气在用也心痛，生命。请万岁，是陈阳公李娘娘有待调理私意。哼，却总竟是哀怨之情，分明看这个怨恨之心。哎呀，对，总是陈阳公李妃他下龙归凤啊，当出来，走，领旨。万岁圣德，铁杯国王，万岁圣官，铁杯万年。这就不为此扫兴之命，传旨下去大悲玉业，为刘娘娘之父，为万国长何功？谢世宗恩人，谢主万岁，万岁。
下公平于民，清出小计，在此讲义。是。我放来卡，这算是宫里来的，是我有钱。是。你不又是国语不长，又是情不长了吗？万岁！小女容貌翠绿，难以私家呀。爱卿，我想一讲喂，爱卿就来进帐上啊。万岁，我讲的，小女她
他有病啊！这恰不妨公众与义能两岁完成之病，你去一起来。他的病医不好啊！那他的是疯的治病啊！万岁是人，神就聪明，人马将后朝机关难以复报，这是小女疯的难以施加，放弃死谁？竟有此事，此病为公子。万山雨，有轻轻早已结不万事情，一见子女就是谁？送进家中是你休有胡闹，他是东晋万岁爷。你说什么？他是东晋体制万岁爷。你到底是在哪里呀？怎么到今天才碰到你？哎呀，刘妈妈，你没有事啊？母女是几次死里逃生的了，是你离开我家，公平就来的亲，逼得我母女离开了城中，朝廷又提出了毒议，导致他清查捉拿我的亲戚。不知道我们前世做的什么冤啊！谁也不回我，竟要是只害我们，逼得我们东逃西躲，到此又找不到你的身影，真差一点把我们逼死气死结死了。哎呀，青青啊，好了好了，现在我们找到了万公子，一切也有办法了啊！怎么了，青青？万岁就是万岁的国民，他就是东京的万岁。
万事情在。第三，宫中刘妃之罪，百岁是谁？什么项目？先进宫内，若是臣女百出处。王是他，有小女貌似刘娘娘，被公差处理。臣只想，百岁4年刘娘娘身体空烧龙地，因将处就处，将小女先进宫内，也曾一品忠心，令小女处处赐家庭心啊！刘娘娘基层的教诲，我不惊险寡人。哎呀，万岁死人，万岁死人，万岁死人呀！尽管欺骗寡人，亵渎爱妃，是本我爱妃永不相亲。你才不放，来，押了下去，年成不得。是谁呀？万岁是谁？是谁？娘娘听啊！下，娘娘听啊！北官作为妈妈而愿，谢谢。哎呀！
这番深情和意呀，情情理，往日从你最不。天王落地来相抢，不共结郎夫，稍微只相望，苦若愚公生死何福？街头笑，谁知相
专门做交税营业归文上。我非是团道理，也是也。青青，那刘青青，你今晚不念自己看什么事？来呀，来！我当他们我，你们不能这样，你们不能这样。那是不好的，难怪他切公牛小，我都而死。并万岁，刘娘娘听说万岁在此，得来自家。他也过来管着我，好。是他美酒一杯，他父亲宣葬去吧。是。